不论是事前的准备，还是登台彩排，总是要求做到最好。他们是倪云社三角采茶戏团，不断求新求变是他们最大的特色。传统的采茶戏是一筹两担的结合，但是这一出双喜临门不一样，两筹两担，角色变成4个人，更逗趣也更有张力。跟传统采茶戏不一样，不但肢体动作很丰富，这一瞪眼一瘪嘴，表情十足。因为他们还特别请到身段老师现场教学，用动作帮助角色融入剧情。他们希望让传统的采茶戏也能活灵活现。纯粹表现的时候，他们可能做不出来，可能我就要他们抖一下，撒个娇。肢体一下，透过这个肢体，可能表情没有，可是他们透过肢体动一下，肩膀动一下，那个撒娇的韵味就好一点点。传统的三角采茶戏只有10出戏，但是他们加入歌仔戏还有车鼓戏的元素，让三角采茶戏更多元，而这都是团长徐敬尧的创意。参考了这个本地歌仔啦、歌仔戏呀、车鼓戏啦，这样的话，其他族群。对我们三角采茶也接受度会更加的提高。民国88年，倪云社三角采茶戏团成立，5年后，团长徐敬尧接手，他带领团员到过美国、沙巴、泰国跟大陆来表演，就是希望客家文化也能登上国际舞台。特别的是，为了让采茶戏与众不同，他还自己创造新的剧本。重复的演这10大出呢，那观众看久了也会腻新的戏码让观众可以比较有新鲜感。他参考民间故事，研究元、明、清代的传统戏曲，另外还改编大陆客家戏的剧本。在创新之余，更强调传承，所以他开班授课，让有兴趣的人都能学到一身好本领。20几个人的大社团，不但让表演更生动，也让观众耳目一新。一出双喜临门，进城采茶戏的创新多变，两筹两担，丰富9腔18调的悸动张力。徐敬尧的倪云社，让我在舞台上遇见感动时刻。